七大姑八大姨回娘家之前，他们口舌之辩的时候就不会输啦。初二啊，在大年的初二的时候，回娘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回娘家我未嫁咁，所以你没这个长老经，但是我告訴你，男性同胞每逢初二回娘家就極其痛苦。為什麼？你要展現實力。古代你可以提一只雞提一只鴨，現在你拿一排燒臘，人家都嫌你讓他變胖。我哋如果係送禮，可能都唔會送燒臘㗎。對啊，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他來到了娘家就要被七大姑八大姨考說你今年賺多少錢，什麼，他就壓力特別大。催婚。所以我告訴你個要點，怎麼樣讓自己沒有壓力呢？在初二的時候回娘家之前，你要做什麼事情？去東南方取一取智慧之氣，腦袋清明，你就會跟他們口舌之辯的時候就不會輸啦。怎麼去？哎呀，離開家的時候就往家裡的東南方走一走，那大概走15分鐘，就是取得智慧之氣。東南方，所以係屋企出門之後，你再睇下東南方位有啲乜嘢。接下來你遇事就可以什麼？逢凶化吉。呢個真係一個小貼士嚟嘅，大家記住啦，有需要嘅朋友快啲抄低佢先。